OK， 好，来。好啊，哈，送出去啊，哈。无安尼，我出去一个再个入来啦，哈，无我看袂到马文嘿。Live quietly， 再个入来。好，安尼看去啊。好，来，一日吼，当着做记吼，我拄仔讲即个七甲七吼，我七甲七吼，我有时会分袂清楚，然后当然是分袂清楚，是因为迄变调爱变调关系吼。是有听到你的背景声，有听到音乐声。好，七吼，本调是七嘛吼，啊，就是对，我袂记，我出去个礼拜袂记吼。好，七一日吼，当着做记吼，即个七啊吼，头一字是七啊，变调变七日啦吼。即我定定会分毋对去吼，这毋是会晓袂晓啦，就是看到就是分毋对去吼。一日当着做记吼，即个当着吼，当着就是伫个时间上去拄着啦吼。所以当着会当空间上是你去拄着人吼，是空间上去拄着什么物、什么人、什么物件吼，时间上去拄着什么事件吼，所以即个当着会当两种用法吼，时间甲空间吼。我来看嘛，当用干离电的查对袂 ？TNG 第7条，当吼。你若汉字写做相撞，即个撞嘛是当嘛吼，这是空间上啊。当然，咱讲撞期吼，就是当着迄个时机嘿。无咱若讲当着迄个时机，时间或者是讲，我看嘛，所以伊敢若有汉字即个撞期，即个撞吼。当然相款嘛吼，即个字嘛是会当伫空间甲时间上相拄吼。当着吼，三当着173吼，当着1732537变3嘛，当着吼，三当头吼。第一当吼，空间甲时间两正毋达拄当吼。伊个修一个词，一个即个算言语啦吼。两正毋达拄当啦吼。你搁较后正，搁较后正吼，较输迄个多时间去拄着吼。两正毋达拄当啦吼。好，看起来是甘利店敢若修即个壮旗即个动力吼。过来，咱来看大理大书典当 TNG 第7条。好，伫遮吼。伊嘛是用即个大理大书典嘛是用壮旗即个壮做当的汉字吼。但即里有其他的意思吼，其中第二个意思拄着吼，就是拄则讲空间上或者是时间上去拄着吼。我讲拄着啦，还是拄着是第二条头前迄个拄读本调啦吼，还是好。比如讲当着朋友三当头吼，这是一个句。好，咱转来
小说家哈。当着做机哈，就是拄着做机啦哈。一日哈，当着做机，一日拄好你做机的一工啦哈。游园伫笔的面前扮青草哈，伫笔的面前扮青草哈，这就是意思都已经足完整了哈。伫笔的面前扮青草，啊，游园就是照例啦哈，照例较早若拄着即工做机的即工，就伫个笔的面前扮青草。你若看神道顶吼，一般是会采两个采神笔吼，当然个人斗拜神笔无共嘛吼，有妈祖，有土地公，有一般可能有仙有三仙吼，拢有吼啊。这是神笔的所拜神笔的。另外神道顶应该阁会采，伫个红架顶应该阁会采。另外就是祖公仔拜吼，祖公仔就敢若用迄个拜，一道插拜安尼尔，顶头写什么姓，什么历代祖公祖妈安尼，历代祖先，写什么我已经袂记啊，较早定下看过讲念会出来。好，啊所以呢，伊讲当着做机嘛，其实做机是人死再做机啊，对，袂记个鬼说做机吼，做机当然在座各位大家拢知啦吼，咱也是看一下吼，做机吼，做机第7条吼。做机腔口差有无共？有无做？即马主流讲做机啦，做机无做，做机。好，做机是将音啦，吼，转音是做机啦，吼。我嘛是较惯是讲做机啦，吼。每年忌日祭拜，就叫做做机，吼。做机神吼，就是亲人过身的周年纪念啦，吼，叫做做机啦，吼，忌日啦，应该是叫做机神忌日啦，吼。啊，但是做机就是迄天特别办青草来拜安尼吼，啊。一般你拜神道顶，毋是干那公妈，阁有神笔嘛吼，所以一般是做一个拜啦吼，啊拜神笔，啊拜公妈吼，啊若无照讲做机是无即个神笔的代志嘛，吼，但是伊嘛是游园伫笔的面前扮青草吼，所以这只游园我看是毋是有两个意思吼，一个就是讲。虽然做机，但是游园伫笔的面前扮青草，就是我拄则讲的迄个意思吼，讲无神笔的代志，但是游园吼上款嘛是伫笔的面前扮青草来拜吼。啊，另外一个是毋是我拄则一开始讲的，照即个惯例做机的时阵，就会做即代志吼，所以就游园吼，即嘛机日搁到啊嘛吼，所以游园来做即个代志吼。我毋知啦吼，因为即个字本来就是会使安尼用啦吼。游园吼，游园伫笔的面前扮青草吼，青草应该免鬼出来嘛吼，青草啦吼，阮转音读青草吼。好，就是食物足丰盛吼，就叫做青草吼。咱来看一下大词典的鬼说是安怎是鬼说即个青草即个词 ，CHHINN。CHHA 应该较早可能捌看过啦吼，袂记个有影。青草，CHHINN，老高一个 N，为什么无呢 ？CHHINNCHHAU 无，敢真正是树青草。真正无，
哟。我测看卖啊吼，测台语。对啊 ，Embry 线顶找台语，真正无呢，而且有收即个青草即个书的字词典并无讲介济吼 ，Embry 有收尔吼，敢若 Embry 1973有收，其他人拢无啊。哟，即个书则新哦，台语大词典无收。青草咧，哦，青草就有啦吼。青草，台语大词典有收啦吼。青草，我对照找青草有啥物找袂着？我找一个 CHHENN，CHHAU， 真正无，版本无共晓。即个版本是1932年台语大词对啊，1932年啊，青草 CHHENN，CHHAU， 哦，是毋是收？毋是啊，这是教育部。好，我毋知为虾米无看吼，即个点落去看会着诶。青草有啊。遮哈，可能是信网啊，迄个网站无收着，还是安怎吼，无看着。但是看台语大词典日文的即个原文有收啦吼。好虎那五指酥吼，老热青草吼，喜酒那五指酥。好，好，搁转来小说家哈。日本的面前扮青草，摆得好。我拄则本来看无即个摆得好什么意思啦吼。后壁来看伊写就是号码咒吼，遮吼，伊咧号码咒，哦，再了解意思吼。讲扮青草摆得号码咒啦吼，即个号是。指号码咒吼，号景码咒啦吼。大川对市仔入来，咱来看即个号哩吼。当然号，我伫药较早嘛应该捌读过，捌看过 HAU 第3条吼，号还是下吼。囡仔奉承爸母，顺无为嫁的意思吼，生下大下孝敬吼，就是孝敬啦，孝敬啦，还是孝敬吼，孝敬妈祖吼，这只就是孝敬妈祖。好，来台语大词典，我来甲看一下。HAU 第3条，孝行祭拜祖先吼，供养吼，这第2个意思啦吼。即嘛伫个小说来遮，即个摆得好就是这些吼，祭拜祖先或者是供养吼，供养妈祖吼。例句是，譬如讲孝公妈。就是祭拜祖先，孝菜饭吼，就是拜公妈拜神佛的菜饭吼，孝。所以这个孝除了有孝的意思以外吼，伫遮爱
会晓用吼，会晓惯势用，讲就是用来祭拜祖先，或者是供养神佛，原来就通讲即个孝字吼，即个动词啦吼。伫华语都无啊吼，你华语较无安尼用啦吼，佮即个孝吼，孝顺，敢若用来即个奉承爸母尔吼，较无去用着即种对死人或者是神佛的部分吼，活人有啦，死人都无啊吼。好，所以即个拜得孝吼。大川对市啊入来吼，对啥物所在入来吼？咱关系讲入来吼，入来吼。市啊，就是外口的。一般啊讲市啊，应该是真正是指市啊，就是市场啦吼，菜市啊啦吼。敢有其他的意思？譬如讲城市，咱早看落来。市龟啊，就是龟市啊。龟市嘛，吼。对，我感觉嘛是有啦，吼，我感觉可能嘛有啦，嘿。稍等下吼，我早看落市。较早就是交通所在才会结市嘛。嘿。啊是即马咱拢讲，迄个市啊是一个场所，对无？菜市啊、夜市啊。是超级市场迄个市，啊，毋过我咧猜想，1926年迄个时阵，原则上就是经过路里嘛，对无？所在可比讲诶，行3-4点钟的时阵，就会有一个所在通好歇；行一工的时阵，就会有一个所在通好歇。啊，所以1926年日本时代会搁较进前，可比讲咱去读。伫咱遮城日市的时阵，好咱人一定量，伊一工若准讲会使行20公里，可能就伫20公里的所在会有结市，啊一定是经过的所在，一定伫大路边尔，你无可能讲到迄个所在，然后搁正话来倒弯，搁去行半工才通好叫，还是闪啥物应该是袂啊，所以目前。南投东尾足侪乡镇市区，迄个主要的通路，原来嘛拢是，可讲纵贯线经过的主要的通路嘛。所以即个市啊，我咧猜想，应该就是讲，伊去过年，伊去办代志，还是啥物会，啊，所以就讲市啊，等啊，迄个市啊，就毋是咱即马我都理解，讲啥物去菜市啊，去超级市场，还是去啥？无应该就是过，啊，咱讲过市嘛，还是讲鸡市，这是算穷口差嘛，这是我的理解安尼。感谢马文吼，讲甲足清楚吼，就是市，咱来看，即马看台里大书店市嘛是，就是两个意思嘛吼，一个市场，一个就是城市，都马文讲的市街啦吼，就是即只第二个例句啦，都有市街吼，市内吼，就是中趟或者是你迄个厂内都会小可较闹热的交通要。迄个安怎讲？要冲啦吼，交通迄个上繁华迄个所在吼，一般是讲即个所在叫市啊安尼啦吼，上城市吼。OK， 所以无一定讲是就是 market 哈，无一定是菜市、鱼市哈，开市、霸市即个市哈，开市、霸市吼，歹势伊个有飘音嘅霸市。好，啊，所以呢，大川是对市啊入来，吼，应该是较大部分是应该是即只市啊，应该讲就是对什么街路较闹热的迄个所在啦，吼，转来吼，市啊，迄时就对摆迄时就对摆地的红虾该捏起来食吼，就对摆地的红虾吼，迄时就对摆地的红虾吼，咱先咱个去安尼念吼，迄时就对红虾该捏起来食，安尼就会当理解嘛吼，就是对即寡。对红虾该捏起来食，但是要搁较清楚讲啥物红虾，
就是摆伫遐咧烤诶，拄则讲摆伫烤嘛吼，摆伫遐咧烤诶红虾吼。所以毋是刻伫咧菜拄诶红虾，毋是刻伫咧即个灶骹食饭桌顶头红虾，是对摆伫遐诶红虾，家捏起来食吼。所以伊安尼表达是为着要搁较清楚表明讲，即个大川咧，就是甲迄寡祭物啦，人即嘛当你拜公妈、拜即个妈祖诶，即个祭物迄个我个拄来讲啥孝饭菜，你孝妈祖诶饭菜吼，都共捏起来食吼。而且红虾就是红虾啊嘛吼，安尼就较清楚啦吼。直接要互你有一个画面看来讲，伊就是对迄个节目内底摕物件开食吼。迄时就对摆地诶红虾甲伊捏起来食吼。捏即个动词应该我印象中我看过讲过几啊遍吼。捏啦吼，用两支指头安尼摕物件就叫做捏吼。捏起来食，过来呢，正肉头也捻起来食吼，正肉头，等下过说这什么正肉头吼，也捻起来食吼，拄则是捏，才有个另外一个动词是捻吼，捏甲捻其实拢是两支指头啊去摕物件，但是捏是摕，捻是个出力甲带一个叫做捻吼。其实恁拢知影，会晓讲台语拢听有啦。迄是主要是像爸比就无法度清楚去分别这两字，共款是用两个手指头啊，一个是捏，一个是捻，差别伫倒位安尼吼。好，捻起来食吼，所以有小可出力甲捻起来，这叫做捻吼。什么是正肉头呢？猪肉有分赤肉、青肉吼。CHIANN 吼，正肉 BAH 吼 ，CHIIA 啦，好歹势 IANN 吼，正肉，正肉就是赤肉吼。我拄则是毋讲毋对，一个是正肉，一个是猪肉有两种讲，有两种啦吼，一种是正肉，一种是肥肉啦，我讲毋对啦吼。正肉就是赤肉啦吼，正肉就是赤肉吼，肥肉就是油较多的部分嘛吼，油脂的部分，啊赤肉就是敢若，要怎讲，就是蛋白质较多的所在啊。protein 啦吼，敢若 protein 吼，蛋白质啦吼，所以正肉就是赤肉吼。即摆人讲肥肉、散肉啦，散肉是蛋白质，肥肉是迄个油脂，还是油能，油的部分。所以对咱目前地球上的动物来讲，就是你食落去的物件，原则上拢会先用油来炖。你爱运动量有够啊，迄个油只要能够转化做热量，能够配合你食的蛋白质。即摆有人咧做啥物？重量训练，食2000对无高蛋白迄种物件，才会配合你的热量，你的肥肉肥油消化去了，甲你的食落去迄个高蛋白才会生做肉。所以以这来讲啊，因为原则上以我细汉的记忆，就是伫拜祖先这种做祭啊，一般拢是香素的，而且凡是可能嘛12出的款，上无嘛爱8出，我记就是拢爱香素的，有的就是较搁要煎一尾鱼，切一寡猪肉，像这就是猪肉，这是正肉，这是猪肉。然后嘛有虾就是一尾一尾，所以捏起来就会杀，因为每一尾拢独立的，伊毋是落去煎的，即一般可能是用杀的，所以伊就袂一尾含一尾连做伙，所以大头母含鸡屎两支砖头就会使甲捏起来啊。若切的迄个猪肉，因为
切的时阵无一定真正切甲开，离，所以迄个正肉头，就搁含另外一块肉黏做伙，你就无法度捏，你若一捏，有可能规盘拢你捏起来，抑毋过伊只是干那要食一块尔，干那食一喙尔，所以就要甲迄个正肉头甲黏起来。迄黏起来意思就是讲，要食即块含其他是黏做伙的，啊，你黏做伙是切的时阵无切甲足开的。原则上有可能是挑工安尼切，嘛有可能是反正就大约小切起就好安尼。啊，所以伫摆的时阵，反正大选伫外口入摆，哦，可能也自细汉看母啊，然后传足多，啊，可能嘛上准、上浅，反正就是红虾啊先捏起来食，啊，正肉头嘛甲点起来食安尼。所以伊到顶我的理解就是一般凡是个啥物丸啊。也是甜的啥物虾，吼，像阮细汉是过迄个蚵仔，吼，都毋是肉类的，吼，啊，倒啥，反正就下骨就出得着啊。啊，当然猪肉、鸡肉、虾啊，就讲啥物三星素个3种，迄个三星是3种动物的就对啊。一般两支、4支骹甲海产类安尼，上无即3种，啊，其他的可能就看迄工也是处理。有好过到什么程度，啊，搁是要摆相安尼，啊，反正就是切草就对啊啦，就是切草就对啊。以上。好，马文拄则有讲一个出理吼，就是我即嘛知吼，大大出现出吼，戏出的即个出，其实当然我拄则理解是即个出气出力的出吼，啊，但是大你大阵收伫个戏出即个出吼，第二个意思讲，第一个当然是戏出啦，戏顶顶的无单吼题吼，第二个是宴会料理顶的出菜吼。来，咱来看一下例句讲，抑个几出吼，就是抑个几项菜要出啦吼，即出真好食吼，好，即出哩。啊，拄则呢，马文讲迄个念，含我拄则说你想的迄个念无共情形，但当然拢参考啦吼，就是你会当理解看，拢会使吼。一个拄则马文讲是讲啊，你可能做的时阵做无解开吼，可能够念的，所以爱念起来吼。所以你要食的时阵爱甲念起来吼。啊，我本来是想讲应该这是3层吼，3层所以顶头伊敢若挑工去敢若念迄个正肉头，就是正肉的部分吼。一般咧3层就是顶头上外缘就是迄个皮嘛，皮过来是油脂，就是即个肥肉的部分，肥肉过来第三段就是即个另外一边，就是即个正肉头吼，正肉的部分吼。啊，所以你就让你念的时阵，就是敢若念即个正肉的部分来食安尼啦。我本来是想讲伊是安尼吼，算3层，敢若经即个赤肉的部分起来食。其实为虾米我安尼想，比如讲含我家己本身个人的即个爱食的有关系嘛吼。我最近的时阵其实毋敢食肥肉，所以我若要食，我嘛是敢若念迄个正肉头来食吼。吼，所以我是安尼想的吼。OK， 好，正肉头也念起来食吼，而且较早其实我最近也是嘛是定定要摆要孝公妈的吼，啊，伫阮母啊拢叫我斗3工捧嘛吼，捧去即个神桌顶嘛吼，对灶骹捧去神桌顶，啊，若捧就开始手就开始捏个食啊，就偷食啊吼，哦，不管啥物啦吼。不管拢会食，因为迄当特别好食嘛，拄则出鼎尔，上好食的时阵嘛。你等到拜了吼，迄真正物件拢无好食起，看上好食吼，庆宴吼，迄绝对是最近啊，绝对是拢一定会偷捏的吼。这是一个叫做一个词啦吼，叫做偷捏咸吼，所以这个偷捏咸都这个词吼，自细汉吼，定定安尼做偷捏咸来。我看这词会收的哦，捏咸KIAMN 第5条。
无啦吼，然后我一个 N 呢吼，毋是两个 N， 无，我看卖咸即里敢有收 KIAM 第5条，有啦吼，有收咸啦吼。伫阮的话语内底吼，咸已经就是表示是配菜意思吼。虽然台语大词典无啦，台语大词典4个意思，咸味当生计小悬吼，讲话话真价急吼，真歹听吼，真低落的话吼，讲话真咸吼。阮讲食饭配咸，所以咸就是毋是讲真正配盐咧食啦吼。是配菜的意思啦吼，但是台语大词典无收吼。我看伊讲的收配咸，配 PHOE 第3条配，无干嘛配？无，拢无。好，我看嘛台语大词典有收。毋是台语，出台语吼。KIAM 第5条，咸。Marinor 拢无，拢无呢。所有正统的即个字词典拢无啦吼。但是呢，台华线顶词典吼，即个我一直毋知影即个来源吼，消息来源不明的即个台华线顶词典吼，都有啊吼，伊就即个下饭菜吼，左膳吼，就是即个我拄则讲迄个咸的即个另外用法吼。side order 啦，吼，你那个啦 ，side play 吼，就是迄个配菜吼。好，敢若台华线顶词典有收尔，教育部嘛无。我来看一下 TJ 台语白话小词典有收无？284页。为什么我一定要找呢？因为我感觉足奇怪是，为什么大部分词典无收？是毋是即种讲法变成是已经足换期的讲法啦？吼。咸我看嘛，有收咸味，收咸咸，敢若有收面配啦，伊无收咸配。嘿，嘛是无吼。368啊，367啊，敢若收一个面配，就是你对我讲的 side dish 迄个概念。好 ，OK， 无啦吼，可能是足晚期的用法啦吼，我嘛毋知，但是阮这是足普遍、足普通的用法，伫生活中定来用着吼。你食饭无配咸，或者是或者种讲法吼。好，来，过来，咱继续看来吼。过来是所停伫遐的酒，也甲伊捧起来啉。我看一下时间吼，50分啊。所停伫遐的酒，也甲伊捧起来啉吼，这就搁较超过啊吼。因为最近阮袂安尼做啦，我嘛去陪去啉酒吼。所停伫遐的酒，也甲伊捧起来啉吼。停酒啦吼。停酒就斟酒，或者斟吼停酒吼，停伫遐的酒，咱来看一下这个动词停哩，停 ，THIN 第5条，吼，就是注入吼，叫做停，这个动词嘛，干那这个用法咧，吼，无别个吼，所以就是停酒。
停茶吼，停入去吼，停到甜吼，注入液体啦吼，拢叫做停啦吼。不管是酒啊是水啊啥吼，拢叫做停吼。停好满，停好管，停好甜啦吼。好，甜是动词，甜就是形容词啊嘛吼。TINN， 先煞 OK 啊。甜，毋是第7条，毋是第5条。甜吼，就是满吼，甜好满，甜好甜吼，水甜。对甜吼，甜就是满吼，液体啦吼，满起来吼，液体满杯满规个即个容器满起来，就是甜吼。好来，吼所停伫遐的酒吼，停伫遐的酒，遐当然应该就是相款嘛，伫遐咧耗公马的吼。所停伫遐的酒，也甲伊捧起来啉吼。捧起来啉，来看即个捧字吼。我感觉伫遮用即个捧字怪怪吼，但是咱来查一下，是毋是我理解错误吼？因为我一直想讲捧是双手 ，PHANG 第5条，捧吼，对。词典嘛是安尼写吼，用双手摕物件叫做捧吼，捧碗公、捧面汤水去捧面来食，拢是双手捧啦吼，双手才叫做捧，一手高一手袂叫做捧吼，捧饭吼，规手捧吼，捧人的饭碗吼，好啊，所以我来讲为虾米我感觉伫遮用即个捧字怪怪吼。一般吼，你伫咧神桌顶迄个酒吼，迄个酒杯啊，细细个啊，一个啊吼，差不多是你即个大拇公甲即个第二个叫食指是安怎讲？就是两个角碗啦。第二指啦吼，压角碗起来差不多即个大细尔吼，可能较大一撮啊。拄好你若要摕即个杯，即种杯啊，就是安尼摕拄啊好。大拇公甲即个第二指去摕拄啊好安尼。啊，这袂讲捧啊吼，我感觉伊甲用即个捧字伫遮就怪怪吼。伊除非讲迄个真正是那碗公咧吼，也是一碗咧吼，会当两手捧。啊，无迄一个杯，迄个地后啊，地杯啊吼，细细啊一个，你无可能用两手捧啦吼，两手下来嘛是会使啦吼，但是感觉遮尔恭敬安尼吼，用两手去捧，我就感觉应该袂啦吼。所停伫遐的酒吼，也甲伊捧起来啉，当然当变成讲，伊即嘛写捧，我的想象内底画面就变成讲，伊双手甲迄细细杯啊、地后啊，双手甲捧起来吼，我会安尼想啦吼。啊，但是我感觉安尼怪怪吼，因为你拄则你对伊遮所描述的吼，年检食、头年检食吼，迄拢是足无尊重的做法啦吼，无可能伫即遮忽然间遮尔啊恭敬来捧吼，应该是你若我写我袂用捧啦吼。可能就直接用摕啦吼，也甲伊摕起来啉，就高一手尔吼。佮有啥物动词通用？我一时也想袂着，应该是嘛无别项动词啊吼。然后先就是就是沙来啉嘛，沙来啉嘛吼，你就是摕起来沙来吼，就是足无礼貌的。伊就是快速啊，快速就讲因为伊毋是要哄请，若要哄请，就当然坐来慢慢来食，看看来哦，该捏就捏，该捏就捏，该捧就捧，该念就念，都慢慢来嘛。啊，毋过伊就是，迄顶是打转来，可能伫外口找无，凡是无食，腹肚枵枵啊，即马拄啊传一道青草的水某，伊一看嘛知，毋是要直接互伊食的，是要敬妈祖的，是要做祭的，是要安怎？啊，毋过啊，枵着交代先食才搁讲啊，啊，所以我感觉。大川即个瞬间嘛，就有囡仔性诶，对无？迄拢是，阮嘛是啊，细汉就是捧你头前捧你摆，就是
哪旁哪头边头食啊，迄是一个真正趣味的代志。只是讲啉酒是大人才会啉，啊，只是我个人感觉伊即个旁字，敢会是一个健身的用法，无毋对。旁即个较像是双手碰，双手做伙做迄个动作，啊，而且可能嘛毋是真正讲足尊敬的第一做讲旁酒起来，应该毋是，我感觉应该是就是一个健身仪啦。啊，当然可能牧师伊的宗教信仰含即嘛，即个大川伊若母也无相款，也毋过敢是讲嘛有一个上起码的尊敬，就是莫用沙。这沙差不多是上粗鲁的讲法，啊，毋过上无。咱无共宗教，无共信仰，我嘛无需要甲你压落底，讲甲对你足完全无尊重的，嘛无需要用甲杀即个动作。啊，当然以咱即马来讲，可能就是较一般吼，以一个无共宗教来讲，我都无甲摕来啉嘛。所以，反正即个动作，我个人是感觉即个旁可能是一个健身的意义啦。啊，若要替换，就是较粗鲁的是杀来啉，还是较普通的就是摕来啉嘛尔。大概是安尼以上。我嘛是认为，那我小的时候摕起来啉啦，吼。好，迄碟因安领伫厅门边，静静伫看，吼。所以你看大川哦，真假吼，超工最后一幕也看的啦，吼。迄碟因安领伫厅门边哦，吼，毋是安领无伫边啊，无在场啊，吼，是有在场吼。因安领伫厅门边，静静伫看吼。其实哦。就算讲我做囡仔时阵吼，已经你拜我嘛毋敢安尼啦吼，迄拢是要拜进前我才敢，迄响一点了我都毋敢，搁去偷捏啊吼。所以这实在是足，要哪讲，足超过的啦吼。我认为真正是足超过，以我本身一个即嘛，或者是我做囡仔时阵的想法啦吼。迄真正足超过，因为我都毋敢做，你敢做吼？迄碟因安领伫厅门边静静伫看吼，结果伊就点啊，直接就，而且已经我想应该是礼拜啊吼，就直接摕来捏起来食吼，念迄个蒸肉头，就直接就念起来食吼，酒也共摕来啉吼，这我都毋敢的代志。虽然讲我是袂去啉酒啦吼，但是我绝对毋敢安尼做吼，心内。毋好讲吼，即个安领吼，心内毋好讲吼，心内毋好讲，要安怎来解释呢？毋好讲是歹势讲呢，还是讲无方便讲吼，还是讲无爱讲吼？看你要安怎解释啦吼，因为我拄则讲的拢是毋好讲的意思啊吼，心内毋好讲。我会感觉应该是因为这是因咱娘心肝底想法，咱外口的人，吼，无法度去猜想，所以我咧要讲心内毋好讲是对咱外口的人无法度去猜想讲伊心肝底到底咧想啥，所以是因为哦 ，OK， 好，我的理解，好，感谢马文，因个人的想法嘛，对无？伊心肝底。到底想真正无人知，除非伊搁继续写落去。心肝咧讲，要求死呢，说恁祖妈咧把你今日对啊，头前，你讲卡称啊咧。毋然这边讲，你就是这个瞬间，伊无搁讲，咱就歹摇啦。所以我会感觉迄个毋好讲，因为拄则第一届虽然过的时阵，我会感觉毋敢讲，还是毋敢出声，是因为伊就真正静看尔嘛。目睭紧紧踮咧看，啊，无搁讲，就完全无出声嘛，就敢若用目睭看尔。啊，所以尾啊，搁看第二届、第三届，我会感觉迄个毋好讲，可能就是咱外口人歹摇，到底伊是气噗噗，吼，虽讲顶一段是气甲，因为白小较爱换门徛入去房间内底，因为是因新妇甲伊抢，伊嘛无爱甲伊冰面就只有。头我咧等于房间，啊！即马咧拜啊，换因后生哦，更较香，更较粗菜，你甲破坏伊迄个仪式安尼。恁祖嘛传足久诶，要来遮孝敬我诶祖先妈祖，你竟然咧一只甲
上来安尼，真正是歹讲。我就讲，我感觉歹讲啦，所以我就讲，即个毋好讲，应该是咱无法度去猜想讲伊到底心肝内咧想啥呢？以上。好，感谢马文啦吼，心内毋好讲，我拄则讲有遮侪意思啦吼。当然你家己去想啊，感谢马文佮提供一个完全无共的吼，就是讲变成讲，即个心内毋好讲。我拄则讲的拢是徛伫个即个大家的立场来想即句的写法，但是即马马文讲的是讲，我徛伫个我一个读者的即个角度来看，或者是读者的角度来看，吼，伊心内咧想啥物，我毋知影，我不好说，吼，就是他心里在想什么不好说，吼，这就是徛伫读者或者是读者的即个观点的立场来看所写的即句话的意思，吼，伊心内咧想啥，咱歹讲啦，吼，另外一个我拄则头前讲的迄几啊种无共意思，其实拢是徛伫个大家的迄个立场，对大家的观点来想讲，伊心内咧想啥，伊歹势讲，伊也无方便讲，伊也无想要讲，吼，这就是心内毋好讲嘛，即句话吼，有遮尔侪赞意思伫遐啦，吼，你要安怎你理解，你家己去理解袂要紧吼。我相信应该是无一个标准讲一定要安怎理解即句话哈，或者徛伫遐伊拢无讲话嘛哈，这是客观的事实，就是徛伫遐拢无讲话。主观是安怎咱毋知哈，所以即句话主观的部分就歹讲，你就歹解释哈。客观的部分就清楚的吼，伊就徛伫遐拢无讲话哈。迄碟因阿囝伫厅门边金金伫看，心内毋好讲吼。若是大川做伊笑笑对房间入去吼，这一个对照吼。阿囝徛伫个门骹口吼，静诶一个停伫遐，心内恬恬无讲啥吼，表情当然就歹看吼。是伊无写表情啦，就是心内毋好讲吼。表情拢无写啦吼，但是咱来看大川对照做大川呢，做伊笑笑对房间入去吼，是有动作的行入去吼，而且有表情的笑笑吼，笑笑对房间入去吼，所以这两个对照其实画面就出来吼。若是大川做伊笑笑对房间入去吼，好，即句话敢有啥物爱解释？若是大川吼，若是咱已经讲过即侪遍，即个若是啊吼，若是的用法其实我较袂晓诶吼，我自细汉较袂晓安尼用吼，若是吼，若是大川，我搁查者吼，看无搁学一下即个用法吼。第7条是第7条，若是吼，独干呐，若是大川吼，就是因为第二个若是如果假使吼，伊若是毋来叫你去吼，拢是 if 啦吼，但是这只毋是 if 啦吼，这只是独干呐吼，即种我拄则讲，我即种用法我较袂晓，自细汉我都毋捌安尼用吼，所以我较袂晓安尼用吼。若是大川独大川，还是干那大川吼，做伊笑笑对房间入去吼。我看嘛，若是要翻做英语安怎表达啦吼。头前是老阿囝安尼，若是讲到大川啦吼，我感觉大理大书店即个独干呐吼，我感觉含我的理解吼，小可有出入。我的出入就是讲，若是讲到大川安尼即种用法啦吼。你若讲要翻做英语，就是 on the other hand。头前是安囝做啥on the other hand， 另外一面你来看，拄则咱看安囝吼。即摆咱来看大川吼，若是大川，所以即个若是即个词的用法，我会安尼用吼。含词典迄个解释其实无介对同啦吼。咱来看一下
若是大创我来看册台语内底，若是有啥物其他用法 ？TNASI 第7条吼，若是大大书店看过啊吼，若是吼。1956台湾白话基础语句吼，就是 if 吼，我拄则讲 if 吼 ，if 就是台语大书店有成两个，其中是一个 if， 咱即嘛毋是讲 if 即个情形吼，咱即嘛讲另外一个吼。1957台湾语常用语类讲是伊若是吼，我看嘛日本的解释叫做卡列那，这是安怎读？我卡西哦，我卡西呀，哪啦？这我无多理解。过来是 Marino if it be Marino 拢是 if when 毋是应该是 when 应该含 if 差不多。Provided that 是假数嘛 ，if 相款嘛，就是 if 嘛吼。Whereas 就较接近我拄则讲的意思啦吼。如果这拢是 if 嘛吼。金华教授是改写做但是啦，嘛是咱真大部分拢敢爱讲 but， 还是 however 这种。语气的转换，就是做两种情形的对比，会中啊，即个连接词。对。大部拢用但是。嘿，对。去甲金看，但是咧，大川是笑嘻嘻行入去安尼。拄仔嘛讲即段后壁搁有一个若是，所以即段有两个若是伊的用法，甲迄个要表示的语境应该是拢共款啊。金华教授甲伊转写做汉罗人参写的时阵，即两字伊倒是有写汉字，迄个汉字就是咱即马讲的，但是就是拢是解说做 but 啦。目前我手头的日本人编的字词典也好，张如峰教授编的迄个 TJ 小词典也好，因若是拢是敢若纯 if 的即个用。当然伫即个日本时代，遮个文献啦，会使看到若是即个词除了 if 即个意思以外，还有对遮阿宽所找出来，啥物独啦、干哪啦，还是啥，这可能嘛是算，要表达意思，还是要表达意境的时阵，在过去用一个词会使用2个、3个、4个，尾就可能甲迄2、3意思独立出来去用别个词来代替。目前我的理解是安尼，以上。OK， 感谢马文吼。但是就是我拄则想要找的，但是伫个字词典敢若拢无收到的吼。我学到即个用法，其实拢是伫个巴克利班圣经。巴克利班圣经内底，其实拢是就是即个意思较侪，就是但是若是吼，但是即个 but 吼，若是内底即个用法，足侪拢是即个 but。我拄则查即个 whereas 吼 whereas 吼是对一本书诶，whereas 是 Marino 吼Marino whereas 就是 whereas 就是 in contrast or comparison with the fact that 就是这对照对比嘛吼，迄个但是就是迄个对照对比用诶啦吼 ，but 即个 but 就是 whereas 吼，对照对比用诶 whereas 吼。所以就是若是用来做对照对比的时阵，吼，含我较早我拢敢若会晓讲是 if， 我敢若会晓用 if 即个用法，我袂晓用来做即个 whereas 或者是 but， 吼。伫个巴克利班圣经用足多，吼。当然我即马看做，我就知影会晓知影有即种用法啦，只是解说时解说袂清袂明，吼。即马足清楚，感谢马文，足清楚就是 but， 吼 whereas， 吼。毋是独干啦，因为我感觉迄个独干啦，我无讲介精准去解说伫即个用法吼。
就是 but 上精准吼 ，but 甲 whereas 吼。你看吼，拄则对照就是我拄则讲，所以我为什么我看一句话，伊安尼表达法，我就知影讲，伊就是要表达即种对照出来，伊要甲即种对照表达出来，所以伊用即个若是。吼，我迄当阵看的时阵，就足清楚的表，甲原来伊就是要对照，吼，那所以即个若是就伊甲迄对照功能就讲啊足明白了，吼。头前是安尼，后壁若是大川呢，吼，伊是安尼做，吼，若是大川是安尼做，吼，做伊悄悄对房间入去，吼。咱拄则是读到遮嘛，吼，好，咱读到遮，咱归说到遮啦，吼，今仔日就看到遮啊。我看下时间，我已经超过10分钟啊。好啦，无咱个读过啦吼。我看下人有介济，应该无介济，咱一人甲读一遍吼。好，就咱4个尔吼。芭比来你听啦吼，芭比可能无方便，不要紧。好来，我看有法度做一个甲读起来，应该有法度吧？悄悄对房间入去，咱自头就读到尾了吼。可能较困难，袂要紧，咱一句一句来吼。一日当着做记游园伫笔的面前扮青草，摆底号，大川对池仔入来，来，Sunny。等下我来，好，袂要紧。你豆豆来。我拄则亚宾，好，我来。Marina 你好吼，歹势，阮即马要读书啊吼，过说了啊。好，来，Sunny，你来吼。着你。为倒位？即日当着，敢是为遮？嘿对。一日当着，做记游园伫笔的面前扮青草，摆底号。嘿。摆底号。大川对池仔入来。嘿，好。够有吼。到遮就好，吼，到遮就好。好，摆底好啦，吼，毋通读做好啦，吼，好就是无共意思去啊，吼。拢知吼，好是好劲，好就是你哭啊，吼。过来是玉文。即日当着做记游园伫笔的面前扮青草，摆底好，大川对池仔入来。嘿，好，马文。一日当着做记游园伫笔的面前扮青草，摆底好，大川对池仔入来。好，迄时就对摆地的红虾家捏起来食，正肉头也捻起来食，所停的遐的酒也家捧起来啉。来，Sunny。迄时就对摆底的红虾家伊捏起来食，正肉头也捻起来食。毋是捻起来食，捻起来食。哦，因为你变调第3条变调。哦 ，OK， 好。捻起来食，捻起来。若无变调，就是连起来食。所停伫遐的酒，也甲伊捧起来啉。OK， 其实拢爱变调啦吼，因为迄个起来后壁佫一个动词吼，所以念起来食，捧起来啉吼，捏起来食，迄个捏哈，所以拢一定爱变调，无你无法度连去你的讲话迄个口气吼，变成无法度连线，所以一定爱变调吼，捏念捧拢爱变调吼。好，来玉文。
迄时就对排底的红虾，甲伊捏起来食，食饱头也揽起来食。所停伫遐的酒，也甲伊捧起来啉。嘿，来马文。伊就对排底的红虾，甲伊捏起来食，正肉头也揽起来食。所停伫遐的酒，也甲伊捧起来啉。嘿，迄碟因阿领伫厅门边紧紧伫看，心内毋好讲。哦，到遮好。啥呢？迄碟因阿领伫厅门边紧紧伫看，心内毋好讲。来，你到遮来好，嘿。有文。若是歹势。迄碟因。迄碟无，迄碟第8条。迄碟。嘿。迄碟因阿娘伫厅门边紧紧咧看，心内毋好讲。毋是安娘吼，是安娘。哦，安娘啦，安娘，伊是安娘啦吼。OK， 好，伊即道佫无写安娘吼，进前头前写安娘，就写安娘。好，来马文。迄个叫因安娘，迄个音敢若伊拢会有一寡变。对啊，袂要紧啊，拢有人安尼讲诶。教伊落去读啊，嘿。迄碟因安娘伫厅门边紧紧地看，心内毋好讲。若是大川做伊笑笑对房间入去，来3年。若是大川，若是大川做伊笑笑对房间入去。有文。若是大川做伊笑笑对房间入去。马文。若是大川做伊笑笑对房间入去。好，咱无鬼说做伊啦吼，做伊应该变啥鬼说啦吼，做伊去吼，咱大概内底表达法吼，做伊去，做伊安怎吼？即要咱鬼说啊？我定定咧想讲啦，我要无管待别人做家己，敢毋这意思？对，就是，但是，譬如讲，我若请你讲，你麻烦你甲翻译做英文，你安怎翻译？当然英语你爱有迄个能力啦吼。就是讲好，好，我请你翻译做华语，我相信各位拢有华语拢迄个能力吼，华语的表达能力拢足悬的吼。请你甲翻做华语，你要安怎翻译？即个做伊去吼，你安怎翻译？若是就即句好啦吼。若是大川做伊笑笑对房间入去吼，来，我想看觅吼，各位先想看觅吼。所以即句内底有足侪所在爱翻啊吼，若是了有法度表达吼，做伊爱有法度表达吼，对伊爱有法度表达吼。我意思讲，你也有法度用华语表达，你才有法度翻甲就精准吼。你小想者，我故意1分钟啊，想看觅你要安怎去表达一句话，要甲翻做华语吼。3年还是玉文，你要先来？若翻做中文吼，嘿对。我会翻做要是大川自顾自笑着进去房里，若是大川做伊笑笑对房间入去。哦，有文。
真好啊，真好，真好。嘿，就是甲做伊有翻出来吼。但是若是我就感觉较无解。你讲是，你拄则讲若是，我翻做要是，毋是讲如果我是翻做要是。如果。但是你要是独一句话，你可能无法度，是会使安尼讲。但是你若要对照头前安领部分，要是大川，你要安怎甲迄个对照表达出来？要是我就感觉较勉强啦吼，毋是袂使，较勉强。你讲自顾自，对房间你去，你主要安怎讲？进房间。OK， 好，迄个对你安怎表达出来？其实我无较好啦吼，我真正无较够啦。你叫我翻译华语吼，我实在是真正翻不出来。若毋是，迄是3年先提出这种讲法，无其实我真正袂晓翻啊，即句话我真正袂晓翻。若是大川吼，做伊笑笑对房间入去，我真正华语翻袂出来吼。就是讲我无法度翻甲足精准的吼。马龙，你敢有法度？若要翻做华语中文，可能是，但是大川就笑笑的自顾自的笑笑往房间里进去。好，来我试看觅吼。但是大川哈，面带微笑的笑笑的了哈，面带微笑往房间走去。但是做一我就翻不出来哈。那但是大川哈，面带所以这做一我就唔知要安怎翻了哈，翻甲足精准，而且佫较顺就对了哈。但是大川自顾自笑笑往房间走去。要不你敢有啥物想法？袂要紧，这当做练习吧吼。这就是平常时我家己咧练习的，我是甲各位分享，讲为虾米这篇小说安尼，我竟然有法度读到第20页，用差不多一年的，差不多1年的时间。咱读1年吼，逐礼拜一礼拜1点钟安尼，我竟然有法度用52点钟，敢若读到第26页，就是我每一句吼，拢是用这种练习的方式，我咧想办法讲，我有法度甲每一句我拢翻译出来，就是用，譬如讲用英语翻译出来，因为安尼我才有法度去精准去抓着每一字的意思，想要表达的意思。所以为虾米我有法度去斟酌到每一字每一句吼，会当看出讲这句伊安怎含另外一句伊是安怎来表达，是要达成啥物目的吼？就是我就是用安尼方法来啦吼。我想看若是英语呢 ？Whereas 大川walk into his room with a smile 但是做伊我原来是无翻着。伫英语应该较好表达，因为英语内底迄个复数吼，直接用一个复数就会使吼，用一个复数就会使。来，这个。做伊甲迄个笑笑，其实两个拢会使当做复数。对。哦，就讲做伊就是照伊家己的意思。嘿。对，因为伊算高囝大囝嘛。是。大主大要安那就安那，所以做伊啊。嘿，对。所以张龙教授甲即个做有甲伊当做是一个概述，做伊就是自顾自的，对只。三年所使用自顾自的，个另外一个是讲随什么人家己的意思，做伊就是随伊家己的意思，做你就是做你家己的意思。咱台语嘛定咧讲，无用做你，吼，是，反正大部分拢是第二也是第三人称啦，大概较咧用做我啦。
对，嘿，袂讲做我来，做我去，袂啊，就是讲做你去，做伊去，对吧？做伊走安尼，迄个做伊的就是照迄个人的意思。咱去共拜访，人主人家要无闲啊，咱就算嘛好咧啊，讲啊无闲做你，吼，你即马当咧无闲，我莫甲你交只无闲做你。啊，即马嘛是无闲做伊嘛，伊就是食了，算是吃饱喝足了，就去房间要休困啊，所以笑笑，因为吃饱喝足真欢喜啊，所以做伊嘛是附属，笑笑嘛算附属啊。你讲对房间入去即个动作，对无？但是大川对房间入去嘛，伊安那入去的是笑笑啊入去，而且是随家己的意思哦，毋是志勤咧内底甲画。嘛毋是因阿母咧外口甲赶，对无？因阿母是敢若紧紧，伊一般来讲，细汉时啊，去用看到时阵，大人拢会赶，你知哦？也是讲猫啊狗啊要活来时阵，吼，拢会叫囡仔踮仔顾嘛，叫囡仔踮顾猫顾狗，袂使互伊上倒去偷年偷食，啊结果歹鬼带到囡仔生年来食，大人就看到去赶嘛，哪会使安尼食，就甲赶嘛，啊所以大川即马做的即个动作，毋是因阿母咧甲赶。啊嘛，毋是因某咧内底甲叫，是伊家己的意思，所以做伊笑笑。无本正，若准讲莫讲，伊其实即个动作，若伫咧表演剧本，若表演舞台剧时阵，大川伊就是敢若行入去尔尔啊。啊，若镜头 take 到大川的表情，看会出来大川的表情是咧笑，是咧笑。啊，所以做伊笑笑，笑即个动作。镜头会使展现出来，啊，若做伊咧，可能就规身躯爱少敢若大摇大摆安尼行入去房间，所以做伊是附属，笑笑嘛是附属。咧形容讲伊是对房间入去，伊是对房间入去，伊毋是去灶骹，嘛毋是去厅头，拢毋是，就是毋知啥物原因，反正就是对外口礼拜，啊，连年食咧，啊，食甲欢喜欢喜，啊，就做伊笑笑对房间入去安尼，大概是安尼以上。感谢马文吼，甲即句开听甲非常的清楚吼，尤其做伊甲笑笑这两个复数吼，伫咧即句内底其实这是两个复数会当来取代这两个，那反做英语会当做用的复数。当然我一时也想袂到啥物复数啦吼，你用两个复数，就会甲这两句吼，这两个词吼，翻甲足清楚的吼，做伊甲笑笑。做伊讲随人的意啦吼，马文解释甲足清楚的。做伊你会当理解就是随人的意吼，做伊去，做你去啦吼，这拢是随你的意思去做吼。好，咱今仔日读到遮啦吼，感谢各位吼。我咱读已经50几个礼拜吼，一年啊吼，感谢各位。尤其是我感觉，我心内感谢各位，就是即嘛已经毋是讲我咧教各位，其实我嘛无咧教各位，咱当足侪时间拢。斗阵来咧现字典、现字典吼，等到是我即嘛，我愈来愈定啊，对各位遮学着物件吼，所以感谢各位。咱今日读到遮，我要来关房。咱各位明仔载都无读即个人野声日记吼，爱个后一个过长工吼。啊但是我各位的拜三迄天我无法度读吼，因为我又搁要含台湾开会啊，又搁无法度读啊吼，所以咱拜二斗阵读咱野声日记吼，安尼感谢各位。啊，老卡爸比恁 Marina 恁好吼，若方便以后欢迎起来，大家斗阵来读吼。好，感谢，我关吧。